兹，对，华尔兹什么强弱弱，对不对？嘣锵锵，嘣锵锵，所以你的重音会在第几拍？第一拍那个强弱弱的强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先来清唱一遍，好不好？来，思念是社会。好，一开始这个苏亮的亮呢，我们给它一个啊的抖音。哦，我们不要直接就苏亮就没了。苏亮亮，苏亮是社会。好，但是大家会有个情况，就是唱起来很黏。苏亮是社会，有没有？很黏。那要怎么做这个强这个重拍呢？请你把苏亮后面这里，你把它切一刀，好不好？你就把它画一条线，把它切一刀。苏亮切一刀了，对不对？是社会这样子，你重新开始，你就会重拍了。苏亮是社会，来。目着你无带走的情话。好，这里力无带走的力几声？二声，对不对？目着你无，不是你无，是你无带走。好，造哦，很多人会忘记回到什么嘴型。有造有，你们去造哦，很怂哦。来，目着你无带走的情话，两个情话。好，整句哦。思念是社会，目着你无带走的情话。来。思念是社会，目着你无带走的情话。好，然后思念的思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唱二声的感觉？思念，你们就叫做唱思哦，不是思念，是思念。哎，对了，好，再来哦，下面，哦，一夜又一暝，一样，一夜这个地方你帮我切一刀好不好？一夜，好，呀呀抖音，呀，一夜。又一暝，我加二声，甲阮牵做伙，好，做伙这个地方是念做哦哈，好，再次，我们从那个苏亮是社会唱甲弹做伙来唱，好不好？来，苏亮是社会。目着你无带走的情话，一夜又一暝，甲阮牵做伙。好，再来，风雨中这个地方，哦，风雨中的情话。好，这个地方风雨中一般我们都会怎么唱？风雨中，哦，这是很一般的唱法。风雨中，好，但是我们把它加一点抖音下去，好不好？风雨中，好，先唱一个风就好了。风，啊，呜也给它抖音。呜。风雨中的情话，好，静几声，静静静，好，静辉。
啊，敬灰，我们这里要敬灰啊哈。好来，风雨中的敬灰。再来，为你掉落地。好，再一次哦，为二声，为你掉落地。好，掉几声？然后要回到乌的嘴型哦，掉。哎，慢唱调舞，哎，来，风雨中的情花，为你掉落地。风雨中的情花，为你掉落地。再来哦，你对我若像水中月。好，水中为这三个字，帮我一个一个圈起来，水圈起来，中圈起来，月圈起来，这是重点。来，水中月。好，我们不要太严哦，我们要一个一个哦。水中月。好，来，你对我若像水中月。香伫手中变空白，糖二声，糖伫手二声，手中，香伫手中变空白。好 ，A 怎么样 ？A 的直音到抖音啊，康贝。我的人是你的，好，这个力呢，好几声？好，它除了四声以外，你看后面那个滑音的一。也是几声啊？好，我们跟人家不一样哦。你看哦，我的人是你的，你的。好，你看我唱一般的给你们听。我的人是你的，你的。你会唱你的已经很厉害了哦，但是我们把它唱四声，那个感情会更深刻。我的人是你的，你的。再来哦，生生世世袂改变，改变。再来，缘分啊。行到底，到回到乌的嘴型，到，哎，缘分啊，行到底，伤心爱一回，好凶呢。哦，抖音，伤心爱一回。好，你看这个爱呢，啊跟一那个一是几声？啊，爱意，哦，伤心爱一回。好，我们唱一般的会变成这样子哦，爱一回，这是很一般的。爱一回，我们加一个四声好不好？爱一回，伤心爱一
一回。我的心才坦白，好，好，那个呢，你再帮我撇一撇，变成4声，坦白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我的心才坦白。回来嘞，爱你所有的一切，水啦，再来，爱到最后，你是别人的，好，别人哦，吼，别哦，4声，好，别。爱到最后，你是别人的。心只有思念来笑陪。好，心那个心，你帮我加一个那个唱一个音位的音，然后抖音。心，你不要直接就心就没了哈。心只有思念来笑陪。